风台号无停歇，这南投信义乡的东埔村、新木村，这两个村因为到95线断去，对外交通嘛断暂。仁爱乡的塔罗湾溪规个涨起来，公所先甲罗山温泉吊桥甲便桥拢封起来。车路破一坑真大坑，地基嘛流失。南投信义东埔村对外车路到95线，雨落规暝引起水崩山。现在4.3公里的所在，因为路基拢压坑，路袂通。现在新木村嘛，因为路袂过，两个村计共有800个人住伫内底。虽然他们交通没有办法对外进出，但是因为我们的战备2载2，也是载2的物资，可以容纳他们14天的这个期限。仁爱乡罗山温泉区塔罗湾溪水是强要溢出来，虽然日时已经完成撤离，公所也是甲吊桥甲便桥封起来。雨石为民磅坑顶悬拼落来，台电的人员去到台中和平区要修理山区的电力设备，不过因为路袂通，嘛互修理的工课都要动点。台8线跟台7甲线有多处的土石流跟树木的倒塌，影响道路的通行。根据台电统计，到25下晡2点为止，内山还阁有596户停电，敢会当等路通了后才会当去修理。现在各管工务单表示，目前内山3条主要的车路拢有土石崩塌，无道出入都袂输孤岛。古关到梨山这一段是纵横便道，目前因风雨而封闭。梨山往宜兰方向7甲的部分，多数摊方目前这个路段也暂时封闭当中。另外，由于从大屿岭的方向出到合欢山，再下到埔里的方向，由于这目前是风雨中那目前呢离心灾害也蛮多的。还好山上的温度是比较低呀，损坏没有那么快但是明天一定也要运出去呀。各管工务单已经派人员甲怪手去处理，台8线甲台7甲线部分的路段已经先封起来。当地农民烦恼讲，农产品无法度载出去，可能会影响因的生活。希望往回合欢山方向的车路，会当优先处理甲通行，来降低因的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